小小的孩子专注的靠双手自己做一本书，对准之后，我们确定它已经对准，就可以把它撕起来。那你们现在都做好了吗？你就后来哈，紧紧买难什么？所以他们真的都做好了书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做好一本小说，安尼书后真给不会难，这样就好了，真的不难。学会技巧就不难，各种功能的小书都能 DIY， 也借机教育客家人再收利用的习物观念。放说我们在路上捡到的小叶片啊，甚至我喜欢这个 DM 里面的某一张图，我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。其实这小书它可以有很多种功能，它除了可以记录我们的心得，它也可以是一个收集的功能。很多精彩像浮光掠影，仔细观察体会就能留住美好瞬间。所以刘雪菲喜欢素描，收集人生百态。我没有整本做完，是因为我希望说我的学员们他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创意，那不要都跟我一样。所以我就是稍微示范一下说，其实我们喜欢的 DM 我们可以把它贴在这边。也收集孩子的童言童语，其实有时候只是小朋友的一句话，那你就可以变成衍生出一本绘本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喜欢跟小朋友对话，喜欢去看小朋友的，去听他们的对话，就是想说可以从中去吸取一点养分。亲子互动的养分更是珍贵，温情甜蜜，点滴累积。他黏住你的手，所以我大部分都会写孩子的事情，就是比方说记录孩子的生活点点滴滴。为自己做一本书，为朋友或家人做一本书，在这里，刘老师让大家看到了手做小书的乐趣、用心，还有浓浓的感情。安尼手好诶，真嘅唔会难；安尼手好诶，真嘅唔会难。